中風之後，究竟臨床上係輕微、中等定話係嚴重嘅偏癱？其實代表住腦入邊唔同嘅結構有住唔同程度嘅損傷，好多時候亦都同中風嘅大小有關聯，可以作為病人康復到唔同程度嘅一個預測指標。今一集我哋會重點講講唔同程度嘅腳部偏癱，究竟同中風嘅大小同埋位置有咩關係，以及係唔同程度嘅病人有幾大機會可以行得返路。首先，輕微嘅腳部偏癱好多時候係牽涉到細規模嘅 ACA、MCA 同埋後血液循環區域，當中影響到腦部嘅結構，包括控制我哋對腳嘅大腦總指揮中心皮質層，以及係中間要傳送信號嘅神經幹道。呢一類病人通常係力度方面喺5分裏邊會有3至4分。啱啱中風之後可以勉強企到同埋行到幾步，純粹會覺得隻腳輕微冇力，行起路上嚟會有啲拖泥帶水。去到中等程度嘅腳部偏癱，呢類病人好多都係中等規模 MCA 區域出現缺血或者出血性中風。佢哋腦入面會將步行嘅指令自動化嘅地方，同埋將信號傳送到腳部嘅神經幹道都會受到波及。通常佢哋嘅力度喺5分裏邊得返2至3分。喺啱啱中風冇耐，要物理治療師同埋助手扶住先可以企到，途中會不停腳軟向下跪，而行路起腳嘅嗰一下要輔助先可以好不容易咁樣行到一步，而行咗幾步之後就會冇力再抬起返。至於嚴重偏癱嘅病人，通常都會喺 MCA 嘅區域出現大範圍嘅損傷，有陣時候甚至佔咗半邊腦嘅1/4，以至係一半嘅範圍。喺啱啱中風嘅時候，佢哋嘅腳部係一啲控制都冇，隻腳嘅感覺就好似唔係自己咁樣。5分裏邊通常得0分。呢類嘅病人甚至喺人扶住要企起身都十分之有難度。喺我哋過往經驗當中，透過藥物並且結合 TMS 同埋高強度嘅中風物理治療，輕微偏癱嘅病人會恢復到未中風之前嘅活動能力同埋生活方式。而中等程度偏癱嘅話，喺3至5個月內，亦都可以逐漸揸士的或者4腳叉，喺戶外例如街道上唔使扶持之下，連續行路大概1個鐘或者以上。至於嚴重偏癱嘅話，喺3至5個月內，亦都可以基本利用步行架喺屋企，連埋工人姐姐嘅陪伴之下行走。當然，我哋呢3類中風嘅病人康復進度好理想，大前提亦都係佢哋冇認知或者精神方面嘅障礙，可以接受到高強度嘅個人化物理治療。